他们这个人而已，但是一头乌烟瘴气的也越进去，对不对？洗走我们整个城市，真的是很可怜。站在天国角度来看，不紧张才万，不伤风才万，芸芸众生啊。如果是芸芸众生，他的眼里就好像父母亲在看小孩啊，他一定是非常紧张的。如果是我们的小孩子正在被业力在逃，当然要来，我们紧张不紧张？但是因为我们还不能把众生视为我们的子女，这样的去爱，因为我们的爱很广大，我们的爱小小，每个人自己的事情都不见得真正的否认。所以在人世间培养人，他常常是什么？甚至说扩充事端，从有刺眼之心到慢慢具有大爱，这条路长不长？说长很长啊！我们修了几十辈子，那个慈悲心才那么一点点而已。那有的人的慈悲心真的很大，他们去照顾很多很多的芸芸众生，是这样啊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。当你非常慈悲的时候，你可以照顾的不只是有形的众生，连无形的众生都会感觉到你那个善良跟那份慈悲。他就算拿了黑玉玺，他都舍不得来讨你的吧。只是站在你旁边，在你的功德让你帮他去与有容易处可以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一切，是人之间天地之间自然有它的处置的机制，应该这么说啊。消烟解业，天自然会在无形中安排。只要我们清楚的相信修办，真心的、诚心的修办，这一切都可以化于无形，化解掉。那如果我们这么的愚痴、这么的愚昧，不懂得去修办，还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，罪孽，那这一些只会越来越严重，对不对？仙佛是不是千精灵万种动物都在谈这些东西？人类的在一起是人类自己制造的，不是仙佛这样的。仙佛一直在努力跟那些业力沟通嘛，他淡，这世界末日。但是这一场世界末日的戏，离人类越来越近。三期末节的戏码景象，仙佛是没有提醒我们。当我们紧张了，就是因为我们是反复的，不容易紧张。为什么我们讲故意霸道啊？讲了几百遍、几千遍，你依然往那不好的地方，那就是众生的愚痴。这个愚痴物太大、太重了，要听得很久、很努力才能够得起啊。这个是讲战争啊，蓄力啊，